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天气一个寒冷，樱花拢已经开花啊！即马当是赏樱花的季节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樱，樱第一条。樱是一款树的名，花的名，咱讲樱花、樱花树。樱花一般拢是春天开花，花蕊有红色、白色、黄色，嘛有青色。花瓣敢若是鸡卵形，花瓣头前小可有气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樱花，咱台湾即阵嘛会当常在看到真侪日本樱花，其中就有吉野樱、和田樱。第二个词是樱桃，这是一款木本的树栽，一般是种伫较寒的山区，差不多10外公尺悬。开花是白色或者是红花，若果子是乌豆红会食的，一般介绍拢无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日本人欣赏樱花，一方面是学了樱花真水真迷人，另外一方面嘛感叹樱花开花时间干那一时啊，怨叹人生亲像樱花存在时间遮尔短。也毋过咱台湾大部分的人拢是较乐观，爱看闹热。有人看樱花、食樱桃，嘛认为真适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樱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